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COVID-19 疫情冲击，意外带动一波 VR 观光商机。昆山科技大学特别开设环景导览系统课程，由教师吴国龙线上开课。系统透过师生合作，景区电脑或手机就可以观看，也成为疫情期间虚拟观光的一大焦点。虽然 COVID-19 冲击国内外旅游产业，不过危机也是转机，意外带动一波 VR 观光的商机。所以昆山科技大学在暑假期间特别开设环景导览系统的相关课程，由旅游系同时身兼资讯管理系的教授吴国龙在线上开课。这套系统透过师生合作，不管是运用在夜间的龙旗空山祭，让大家不用到现场都可以看到完整美丽的影像记录，或者是替垦丁游客中心的室内空间设计多媒体导览。另外，运用该系统也让学校新生很快就可以来熟悉校园环境，相当方便。老师强调，就是量身定做，而且透过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观看，也成为疫情期间虚拟观光的一大焦点。透过这些系统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时的状况把它记录保留下来嘛。那让没有去过的旅客，或者是说你去过你想要再次浏览的，你都可以实际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做一个身临其境的一个导览去看当时的现况。那再来，目前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也不能出国。那如果说我们有国外的团队有做相关的观光旅游景点的这些导览的话，那以后的应用可以做成类似像线上的旅游团。为了提升旅游系的学生，不只是从事专业导游，透过这套系统的学习，也可以向饭店、房仲业等各行各业接案，提升竞争力，也让已经担任助教的毕业生认为前景看好。从这里面就是学到一些就是设计的软件，然后还有一些图示该要放多大放多小，就是有一些基础的概念，在未来如果想要去找另外的网页相关职业的话，也比较有一些基础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东西。未来的任何产业，我个人认为是跟资讯科技都脱不了关系啦。像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以后如果说是我们5G 的时代更普遍的话，它可以更快更及时，能让你到各个场域去各个观光景点去看嘛。该校除了把握暑假提早学习，也已经向教育部承接南区和关田的观光工厂等产学合作机会，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技能。记者郭文吉采访报道。寿山国小的后山有一块常年荒废的土地，为了善用大自然的生态环境，老师及学生们发挥创意，在后山上建造树屋及吊桥。跳脱传统的教育体制，透过做中学，除了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同时也能在自己所搭建的梦想上快乐学习。记者目前所在的地点是在寿山国小的奇幻树屋的吊桥上。这个吊桥呢，它可以承载2000公斤，大约就是50个小朋友的重量。小朋友们也可以在上面奔跑。吊桥、荡绳、爬杆，小朋友们爬起来毫不费力。这是他们亲手搭建的游乐场，从设计草图到实际参与工程，小朋友们发挥创意，从做中学习，体会到执行的困难，也学习到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开始他们都没有想过真的做得出来这件事，一直到他们后来就是整天在这边工作他们慢慢的看着它完成，他才觉得哇，原来我们的想法是可以被实践的。然后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他被赋予权利去做出他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件事可能是小朋友他自己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位在寿山国小的后山，原本杂草丛生，也未经整治，在师生们的努力下，与大自然连结，在这片荒地上盖起树屋和吊桥。即使过程辛苦，他们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应该是我们合作的蛮好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让这吊桥变安全，然后让别人比较想要来玩了。
因为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做完后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可以把和全班还有上一个学期的6年级一起把吊桥拉得好好的，可以跑到树屋去玩。就感觉我们辛苦了，就是半个学期，就没有白费，然后玩的时候也真的很好玩。一些就是它要开发案也要有一些环保的意识，要做环评。那环评要考虑到的动物、植物这些生物的状态。而为了保护树木不被破坏，维持生态的平衡，师生们发挥巧思，在每一棵树上树皮和缆绳之间也增加了木片。其实即便是小朋友在这边破竹子，或者是在这边整理周边凌乱的环境，那老师都希望他们知道说，原来一个设施的完成不是只有设施，还有它周边的环境。那老师们也很有意识的想要让他们透过这样很基础的工作，然后让他的双手可以真正的劳动，他的身体可以真正的劳动。不同于课本上的知识道理，从生活体验出发，这个天然的森林游乐园是小朋友们专属的秘密基地，不论是上国文课、数学课、音乐课都能使用，让小朋友一面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也能在自己所搭建的梦想上快乐学习。记者邱建勋、黄志玲高雄报道。在喜庆宴会中常常吃到的打卤面，虽然用料简单，但因食材与羹汤的巧妙结合，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位于台南市警察局第1分局旁的海产店，老板蔡国安用特别的制作方式，做出台式打卤面，味道特别好吃，同时也获得许多饕客的青睐。这间位于第1分局旁的安哥台菜海产，过去只有在晚间营业，但近来因为疫情的缘故，内用客人变少，所以将营业时间改为中午也开卖，推出便当以及打卤面，方便消费者外带。好吃的料理加上贴心的服务，获得许多西东消费者的推荐。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台南美食宝贝啊妞妞。那今天推荐给大家安哥台菜海产的古早味卤面，吃起来会让你想到阿嬷的料理的味道哦。他们的食材新鲜、好吃，然后又不贵，对啊，然后里面的服务人员态度也都很亲切，所以只要有亲朋好友来，我一定都带来这里。这个师傅他很会做那个古早味料理，尤其是这个卤面，我们南部人喜欢吃甜，然后它又有一点茶语的香味，然后吃起来不会说让人家觉得很腻啦。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很推荐大家来这里。为何台南的卤面有这么多间？但就是这间的打卤面深受大家喜爱。原来这是陶给蔡国安不惜重本，以大量的扁鱼干爆香，而且卤面里的肉羹也是每天去市场采买的黑猪肉，手工制作而成，新鲜的食材，滋味就是不一样。安哥台菜海产，我们推出的卤面是遵循那个老师傅最传统的做法。那我们先以最新鲜，就是市场每天采买温体的猪肉搭配鱼浆做成的肉羹。那么我们每天都是现做现卖。那我们先是以肉羹煮好之后的汤作为那个卤面的汤底。那我们也搭配，最主要我们的味道跟一般不同，就是我们以大量的柴鱼、虾米下去爆香，然后再以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下去调味。原来我们的味道跟一般外面吃起来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香味，非常非常特殊的香气。那我们会推出这个卤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原本营业时间是5点到12点，那为了服务以及一种变通的方式，就是我们把最原始、最好吃的古早味卤面，而且因应疫情，民众在家吃饭的机会增加，安哥海产也推出冷冻包料理，方便消费者买回家吃。那今天推出这个卤面，也广受我们所有消费者的喜爱所以我们也是不但有热食，我们也有推出我们的冷冻料理包。外县市你不用跑到台南，我们能够用宅配的方式，也能够品尝到一碗最道地、
最古老、最古早味的古早味大卤面。看完今天的安哥卤面，是不是很想冲去现场买一碗来试看看呢？观众朋友若是有想要推荐的美食，只要你是真心觉得好吃，欢迎在双子星3冠王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YT 频道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推荐，你就有机会成为下一集的美食报备哦。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左营洲子湿地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但最近天气炎热又时常下雨，园区内登革热病媒蚊的指数偏高。左营区公所派相关防疫人员前往宣导，希望市府相关单位能够针对树洞、草丛等滋生源加以清除，避免疫情爆发。防疫人员进入洲仔湿地，立刻进行登革热防治宣导。因为园区附近的居民反映，最近蚊虫相当多，经过疫调也发现园区的登革热病媒蚊指数偏高，成为登革热防治的热点。有我们有关单位，他们本身湿地联盟，还有我们养工处进去做一些滋生源他们的管理不要让它滋长这样不过我觉得效果不大所以说我们整个社区今天我们的志工以及邻长就坐在社区这里，我们出动几十位我们的这个乡亲志工邻长们出来来我们做走动式的来做巡查，一方面我们区公所要宣导看要怎么去防治。园区内树林草丛都相当茂盛，枯枝落叶也很多，提供蚊虫躲藏和繁殖的好地方。尤其最近天气热，又时常下雨，树洞和落叶上常有积水，担心会爆发登革热疫情。左营区长因此动员相关防疫人员前往宣导。洲仔湿地这里因为这个大环境非常适合这个病媒蚊这个滋生成长的温床所以这里的病媒蚊指数，我们每一次的监控，这个阳性率都非常的高了所以真的是蚊子非常的多。由于洲仔湿地属于生态保护区，无法以喷药方式消灭蚊虫，但还是有其他防治的方法。防疫人员希望管理单位能够每周巡查这些容易积水的地点，将脏乱点清除，就能够防治登革热病媒蚊滋生。那我们也透过这个卫教走动式卫教走到哪里教到哪里，让大家熟悉如何来这个清除我们这些隐藏在里面的这些滋生源我们把滋生源清除，那确实把这个登革热来这里做抑制。为了维持生态环境，让各类生物自然生长，洲仔湿地获得不错的成果。但居民担心的蚊虫问题会直接威胁居住的卫生安全，相关单位还是得负起管理职责。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由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在马绍沟海洋休闲运动度假中心举办的漂流木雕地景艺术展，邀请资历超过25年、喜爱大自然生活的艺术家小亨利进驻创作。今年主题定为向海致敬漂流木乐派对。由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2021年一箭双雕艺术季，从上一波七股盐山的岩雕展，现在移到马绍沟海洋休闲运动度假中心举办漂流木雕地景艺术展，邀请资历超过25年、喜爱大自然生活艺术家小亨利进驻创作。今年的主题定为向海洋致敬漂流木乐派对。2021箭双雕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那上礼拜在台南七股盐山已经把岩雕已经开展了，受到大家的喜爱。那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在这个将军马绍沟的海洋度假中心办理漂流木雕的艺术创作展。那最主要是今年是行政定的这个向海致敬的元年，所以我们在邀请的艺术家将这个我们在从海洋的一些漂流木这边来收集起来，做了一些艺术创作。那也最主要是向海来致敬，然后也提倡我们国人一些海洋保育的永续观光的这些观念。那这次的创作主题主要也是以这个海洋生态包括像我们在地的招潮蟹啦，或者是黑面琵鹭等等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向海致敬，所以我们就是会用这些回收的漂流木然后再做一个重新的创作。那希望大家在结合这个艺术的过程又可以享受比较接近生活化的一个趣味。
所以我们这个幸福游具啊，底下设计也可以让小朋友、大人啊一起玩的这个荡秋千，然后它的造型啊会有一些飘那个浮球，我们去做彩绘，让它表现出比较童趣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在日前的开幕式，主办单位还特地邀请大型风筝与特技风筝的表演，欢迎民众走访一趟海边艺术之旅参观。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来到旗津绝对不能错过。位在旗津造船厂旁边，从柑仔店翻修而成的咖啡店，老板的咖啡豆都是亲手烘焙。而为了做出当地人的口味，老板还特地研发了柑仔店特调。马上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在这边的操控台上面吹豆的一些反应，对，那就是烘好的咖啡豆，它会呈现褐色或是咖啡色的一个状态。那瑕疵豆的话，它就会比较像是没有着色的褐黄色，其实很容易就分别的出来。专业的讲解烘焙咖啡豆的过程。阿庆是从台北返乡回来旗津创业的年轻人，希望延续40年前爷爷柑仔店的滋味，翻修了这个铁皮搭建的老屋，更在里头卖起了自己的手冲咖啡。我觉得这边蛮安静的，然后充满了一个人文的一个气息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蛮适合用一个咖啡的一个条件跟气质来经营这一个咖啡店。那这一杯的话，就是海岸线咖啡的柑仔店特调，以奥利多椰子水为基底，在上面淋上浓缩咖啡。这是阿庆发挥创意，为了做出符合当地人口味的饮料所特制的柑仔店特调。较早公阿开迄个嘛，对，好，阿公的迄柑仔店，好，对啊，这是他来旁边的。对啦，有啊，迄间就伊家的。3、4杯我有印象，刚喝啉。啊，都袂歹哈，袂歹。这边很多的居民其实都是那个捕鱼的那个老人家，或者是说阿伯、叔叔之类的，他们很喜欢喝什么？他们很喜欢喝威士忌，或是人家说的阿比、保利达，他们超喜欢喝这种的，他们都有提神的效果嘛。原本这边也是有卖这一些的一些产品，那我特别为他们调配了一个就是海岸线配方的咖啡豆，用拿铁取代了阿比，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咖啡店外的座椅旁摆放的是长达40年的桥墩，因为临近造船厂和庙宇，阿庆看上柑仔店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不破坏外形的前提下，在里头漆上油漆，留下40年的窗户，让这个名为海岸线的咖啡店多了一份古早味。我觉得老一辈的人他有他们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想法，那传统的想法是好事，那结合传统的想法，结合新的一个概念和理念，我觉得可以发挥出更多的一个空间。那这边我觉得这一个点就是旧与新的一个结合。买一杯咖啡，在外带一片海。阿庆老板要将旗津老街的热闹带到海岸旁，让来的每个人都能喝着这杯老滋味的咖啡，沉淀休息一下，再出发。记者邱建勋、黄志玲高雄报道。今年雨季较短，台风也比往年来得更少。北门地区农民盼能赶上过年旺季前收成，特别在9月份提早播种。另外，当地农民反映附近野狗太多，每到黄昏都会出来破坏作物，有时甚至追赶经过的民众，实在相当危险。今年除了雨季较短之外，影响到台湾的台风也相对比以往还要少。位在北门地区的农民提早将红葱头及洋香瓜播种，若顺利的话，希望能够在过年前做采收，赶上过年期间的销售旺季。这种这开种落，到差不多đến11月吼，旧历11月就开始收成啊。收成了，去整理地，去这个定种，红葱头种落，像真安尼种落。种落吼，你即摆也差不多đến3個月中間才會收一啦。在播种前，农民会先设置铁架，待播完种后再用网子盖上，以防止鸟类或者是野狗进行破坏。另外，农民也特别提到，在农地附近，每到黄昏的时候，会有成群结队的野狗到农地来破坏农作物，也常常当有民众路过此地时，会对着人吠叫，甚至是追赶。希望能够请相关单位协助处理问题。
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高雄市警察局附属食堂最近变得很不一样，透过远景与美术老师合作策划，将一幅幅的水彩手绘作品搬进食堂，打造出满满艺文气息，让不少远景都说食堂变得耳目一新，超级疗愈。一幅幅精致细腻的美食绘画小品，超级逼真，看得让人垂涎欲滴。再搭配上清新的摆饰装置，别以为这在艺文场馆，这里可是警察局里的员工食堂。过去警局食堂带给人的感觉总是比较中规中矩，而有了这样的艺文作品展览，是让不少玻璃师大人在用餐时感到耳目一新，超级疗愈。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很精心设计，有很疗愈的感觉。就是餐厅不只是像以往四四板板的餐厅，对，就是跳脱公务员那种很拘谨的框架这样子。这让人赞誉有加的艺文作品展出，是透过保安大队警卫中队的员警张庭轩所协助策办的。他邀请到高雄中学美术专任教师陈千宇，将这一道道美食透过水彩手绘变成精致可爱的作品展出。那因为这地方比较老旧，那我们就重新整理干净，然后再请老师帮我们画一些作品，那提升一下这边的质感，互相合作，然后让他有可以展出他画作的地方。就是想说要带给人家一种疗愈的感觉，所以就以小品为单位去做创作。一开始我进警察局展览，我是蛮紧张的，因为警察这个就是让人感觉蛮严肃的这样。但是因为我本身我外公他也是警察，所以就有多一份这样的亲切感，然后很开心能够就是警察局的队长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在这边展出。而创作者千宇老师也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继续创作，用绘画展出，让辛苦的警察们在享用餐点的同时，也能够来一场暖心的视觉飨宴。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少子化影响各大专院校的招生，不过远东科技大学近几年成立了飞机修护系，其中创新无人机的课程吸引了许多高中职学生的目光。校方希望提高学生多元的兴趣，多开辟一个就业选择。相信一般人听到飞机修护系就是训练学生到民航公司从事后勤维修。不过远东科大成立该系，其中还看准无人机的多元价值，所以暑假期间特别开办线上体验，透过手机 App 就可以来控制上路，相当特别。希望鼓励学生有多元出路和竞争力。我们会有一些无人机的课程，除了教同学怎么去操控无人机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当今天无人机有故障了，包括它的整个主机板啊、飞控啊，或者是它的结构有损伤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做维修。然后平常我们也教同学怎么去保养维护我们的无人机，因为当你的保养维护做得好的时候，那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那无人机出状况的机会就会比较小。这是我们的整个无人机课程的一个训练的目的。课程当中也邀请大学1年级就被业者聘用的学长杨胜宏来分享，并且示范各种高难度飞行，并且以他自己从高中一路走来的经验鼓励学弟妹。我们知道遥控飞机是一项昂贵的兴趣，那因为它很昂贵，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功课，利用我们在飞修课所学，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放到遥控飞机上。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如果我全部都自己做，买零件回来组装的话，花费不会那么高。然后我就开始组装遥控飞机，然后开始飞，开始学。在课程体验活动中，也难得有女性新鲜人加入，认为该系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就当初设想是觉得这个蛮有发展性的，然后在听完学长的生涯规划之后，觉得这个跟我当初预想的差不多，希望未来可以跟像学长一样厉害。学生虽然都有高度兴趣，不过如何将兴趣转化成就业，带动产业发展，值得期待。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刘品言，我们再会。